啱啱收到 Ben 小紅離開嘅消息，覺得非常之突然。我同 Ben 小紅咧係1991年認識嘅，當年咧我哋一齊拍電影《一世好命》，之後咧佢就成立咗一個有關演員嘅組織，就簡稱視藝會，就邀請我加入。咁我記得有一日咧，佢就打俾我，就話有贊助商贊助我哋運動服，於是咧用車載埋我同阿周海媚去到新界葵涌嘅贊助商嗰個工廠嗰度攞運動服啦。咁喺車裏面咧，我先知道原來周海媚係大近視。咁攞完服裝之後咧，周海媚就先行離開，咁我就坐翻 Ben 小紅架車離開啦。咁喺車裏面我就問 Ben 小紅，我話點解你可以咁犀利？70年代就揸 Benz 咧？當年我梗係唔知道 Ben 小紅家世顯赫啦。Ben 小紅都冇正面答我喎，佢就話細貴其實做一個演員，除咗要演技好之外咧，更加要有個綽號令到觀眾記得。嗱，咁 Ben 小紅唔係大家記得咯？你個名都改得唔錯㗎，細龜大家都記得啊。咁我哋就一路傾偈啊，傾到好開心啊，傾到落車為止。其實咧視藝會咧就係由 Ben 小紅做會長，佢嘅太太龍小姐咧就係管理會務。咁啊有個足球隊嘅，當年好多明星都加入，但係後來咧好多明星咧就走去香港明星足球隊嗰度踢波，搞到視藝會咧就少咗好多明星，最後仲解散咗。咁啊 Ben 小紅咧就專心去演戲啦。咁啊直至到大約8年前，我就打電話俾朱咪咪。咁啊當時朱咪咪原來喺新加坡，佢就話：喂細龜，我而家喺 Ben 小紅嘅餐廳喎，你同佢講幾句啊？咁啊 Ben 小紅就話：喂細龜，你有時間過嚟新加坡嚟我餐廳坐下？我話好好啊。結果呢8年裏面，我都冇去過新加坡，亦都冇再見過 Ben 小紅，所以人生真係好無常嘅。喺度祝 Ben 小紅一路走好。